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2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3节到31节，创世纪16章第7节到15节，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彼得的告白。耶稣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人们怎么样论耶稣？我们自己如何看耶稣？这些事情、这些问题对基督徒的信仰而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亚伯拉罕的自我认知与跟上帝的应许其实是相违背的，对上帝的了解也有所误差，因此他就跟太太撒来想尽办法要替上帝完成应许以及使命，也因此他们在领受应许的事情上面就出现了问题，更造成了夏甲的痛苦。我们要知道，苦待夏甲并不是上帝的旨意，虽然夏甲为亚伯兰所生的孩子并不是上帝的旨意。当撒来苦待夏甲，让夏甲受不了而逃离亚伯拉罕的家之后，上帝的使者就向他来显现。在创世纪16章第7节到15节的经文记载了当时候的情景。上主的天使在旷野，在通往舒尔路上的一个水泉旁遇见了夏甲，对他说：撒来的女仆夏甲呀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他回答：我从女主人撒来那里逃了出来。上主的天使就对他说：你要回到女主人那里去，顺从他。天使又对他说：我要使你的子孙众多，没有人能够数算得出。你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诉苦。你的儿子将像一头野驴，处处敌对人，人也要敌对他。他要跟亲族隔离，独自生活。于是夏甲自问：我真的见到那看顾我的上帝而还存活，来诉说这件事吗？于是他称那向他说话的上主为看顾的上帝，因此人叫那口井比尔拉海来。这口井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。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给他取名以实玛利。夏甲为亚伯兰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86岁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对自己不够了解，对上帝的神格或是权柄能力不明白的人，就很容易铸下大错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使者出现，让夏甲再一次回到亚伯兰的家，
是在为亚伯兰以及撒来所犯下的错误做调整，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了解不足。当最后晚餐的当下当中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说，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门徒们就议论纷纷地问说，是我吗？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个问句。他们有没有出卖耶稣，应该自己非常清楚明白才是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他们好像完全没有把握，他们反而在那边问，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。他们跟了耶稣3年传福音，到了这个尾声的时候，耶稣就带着门徒们到了这个相当迷信、崇拜偶像非常严重的撒加利亚腓立比。门徒就被耶稣问说，人说我是谁？又进一步的问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0节的经文记载了耶稣和门徒们的对话。圣经这样说，彼得认耶稣为基督，是这一段经文的标题。耶稣和门徒往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去，在路上他问他们，一般人说我是谁？他们回答，有的是说施洗约翰，有的说是以利亚，有的说是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就回答了，你是基督。于是耶稣吩咐他们千万不要把他的身份告诉任何人。跟随了耶稣3年的学生们真的认识他们的老师吗？彼得的告白，他真的就明白吗？事实上不然。甚至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还说，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。耶稣基督被捕的那个晚上，彼得为了自保，他3次的否认耶稣。其他的学生们则四处的逃窜。信仰告白帮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信仰，也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。我们所相信跟随上帝是谁，但信仰告白并不是毕业证书，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朝着这个告白的方向来努力奔跑。诗篇22篇23节到31节，敬畏上主的人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；雅各的后代呀，要荣耀他；以色列的人民啊，要敬畏他。他不忽视穷苦的人，也不忘记他们的苦难。他不但不抛弃他们，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。我要全会众面前来歌颂你的作为，在敬畏你的人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。贫穷的人都得到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。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皈依他。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。地上高傲的人
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，世世代代的人要侍奉他，人人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。未出生的将要听人说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自己认识真正的上帝，并且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，帮助我们更坚定地依靠上帝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